爱台湾无伫喙脣皮顶，伫耳孔边。台湾人袂当无了解的台湾故事甲历史，请听阿正先的一一说来。阿正先的讲台湾。空中的朋友，大家平安顺遂啊！又到到了千金铺的单元啊，咱介绍新的进程呢，咱将顶一回咱所讲的呢来甲复习咧哦，复习教民教识，也着种也着补，耕作着人路，餐园着照顾，也要食也要做，唔通怕远生草布，破桶着苦。破鼎着补，木瓢木刀，轻巧有补数。好啊，这咱顶一遍呢啊介绍到这，咱今仔日呢来说新的内容哦。伊是安尼讲的，勤做着勤收。伊意思什么意思呢？勤就是呢勤俭的勤啦吼，拍拼种作，勤就是爱拍拼，唔通分担啊。讲拍拼种作，因为你勤做啊着勤收啊，所以才会有好的收成啊。所以讲守望相助是农场，什么意思呢？啊，咱先来解决这个农场哦。这个农场哦，就是用今仔话来讲，就是农友啦。场就是朋友的意思，就是伴的意思啦，吼伴啊，这叫场。这场啊，哪写呢？人字边啊，一个呢人寿的寿，就是呢祝寿的寿啊，惠寿的寿。场农场就是农友啊，大家一寡啊，这个小伴伴的这朋友。伊讲守望相助，哦，这守望相助吼，比较较文啦吼。咱一般吼，那伫咱民间咧，咱来讲咧斗骹手啦，啊斗三工啦，啊是讲啦，若要讲啊白，就是讲啊小伴伴啦，啊小换工啦，啊这个意思叫守望相助啦。讲厝边头尾做事农友，收成的时呢，大家斗骹手斗三工，小伴伴小换工，哦，这个意思啦吼。啊，过来咧，讲下来讲早期大丰收，什么叫早期？哦，雨季要到啊吼，啊所以头期的稻啊吼、七啊吼，就爱赶紧抢收啦，大丰收啊，有关收哦，因为讲会压着雨啊，哦，啊就拢起了了啊，人讲的讲叫做啊卖费的车倒担，讲起了了，啊大丰收，啊收了要哪？趁雨季来呢，通好哪会富个新的一期的这个报恩啊，啊，差不多这意思咯，讲早期大丰收。哦，过者吼，哇，这足难得的哦，这完全呢在讲这个稻啊啦吼，啊七啊吼，这个苗，可能可能朋友真正唔捌听过。伊安尼讲，园粒布针共青油，伊这内底呢，另外有几个名词呢？有园粒，有布针，有青油。这个工哦，伫千金铺内底这个工哦，就是啊，就是含案啦、加案啦、各案啦啊。譬如讲，有园粒，有布针。搁有青油，拢这个意思啊哈。啊，搁有啥物呢？啊，搁有乌尖、白壳、软尖骨，这咧讲啥呢？伊讲园粒布尖共青油，乌尖白壳软尖骨，这几个意思是安尼。乌尖白壳呢，比较呢较幼嫩啊，较骨溜啊，所以几个意思呢？伊要强调哪呢？哦，原来呢，这七啊吼，这稻啊七啊呢有品种啦。园粒布针青油乌针呢，白壳呢，拢是咱一般民间所讲叫在来米啦，就尖仔米啦。啊，尖仔米吼，伫咱传统来讲呢，有什么特性呢？较冻寒啦，啊，较唔惊寒啦，啊，较无黏性。过来呢，啊，讲呢，芒花、青果、鹅卵竹，啊，这吼嘛是另外一种品种哦。用华语来讲，这个糯米的品种啊，糯米啦，啊，伫咱台语来讲叫做竹米啦，啊，所以芒花也好啦，青果也好啦，鹅卵竹也好啦，这属于什么呢？竹米啊，糯米啊，伊吼较塔拄海啊吼，有什么差别？塔拄海较无黏性，啊，这较有黏性吼。好啊，咱过来甲今仔讲的呢，个念一下哦。勤做着勤收，守望相助是农场，早期大丰收，园粒布针共青油。乌尖白壳软尖骨，芒花青果鹅卵竹。好，咱期待后次空中再会。以上阿正先来讲台湾，由当洪建教授主讲，当牛收录，多谢收听。